咱要知影一個觀念，叫做強版的果子袂甜，強求的愛情袂圓。2年外進前呢，來台灣留學的查甫人 Alice， 因為這鳥鼠藥中毒，欠的無命。檢方查出講，這犯案是以姓楊的女性朋友，向依照殺人未遂罪嫌來起訴。那台北地方法院在今日開庭，傳 Alice 和伊的爸母出庭作證。那講到這位姓楊的女性呢，伊的前翁是英國人，也進前呢是因為這莫名原因的查無原因就來死亡，所以因為這罪證不足，落尾是無起訴處分。你那時候他拿東西給你喝，是不是一點戒心都沒有啊？過2年外，佫一擺來到台灣，澳洲籍個 Alex 穿貴司西裝出現，這擺親身出現佇法院，為着證明這件代志，第一擺出庭作證。要下海來留學，所差一點佇台灣無命。Alex 體內紅葉素鳥鼠藥啊，超級化法林。經過檢方的偵辦，查出伊佇台灣一個姓楊的查某的朋友，涉嫌300甲伊下藥啊，起訴殺人未遂。剛開始回去的時候，的確因為這個藥物的反應是比較麻煩，比較嚴重一點。那目前來講，應該算是蠻 OK 的啦。Alex 基本上有說哈在最後的時候，如果可以的話，當然希望看法官處予所謂的適當的量刑啦。那不希望這種事情再次的發生。Alex 在法庭頂員講，捌問這姓楊的朋友敢唔要下毒甲害，對方採用目睭甲人要求伊回實的。這個下藥的動機是雙方講好是開放式的關係，但是女方食醋失控，尤其伊講到要提前轉去澳洲了後，健康更加惡化。謝謝。同款來台灣作證的，還有 Alex 的爸母，在案發的時陣，因閣懷疑過是毋是台灣的小食互污染，害因囝食了中毒。態度轉變的一大關鍵，就是因媽媽在因囝睡厝的所在收行李的時陣，對三桌的卡邦內面發現有鳥鼠藥的空罐、塑膠手錄啊、含紙杯啊。伊的爸爸閣在法庭頂員講，本來準是這姓楊的查某人是要來甲因鬥相共的，控訴講煞無想到，結果是犯人的兇手。覺得今天孩子不認罪嗎？Alex今天有來知道嗎？面對問題攏極點點，涉案的這個查某的朋友在接受審問的時陣，趕快是做無罪的答辯。但這擺佇邊仔廳的出現被告，因閣一前翁的小弟，懷疑因阿兄嘛是同款的手法過身，但專案罪嫌無夠無起訴。But I believe my brother's murder has been covered up on 3 occasions. I will get justice for my brother. Alex 在這個案件是正在疑點，閣要引發外國媒體關注報道，到底真相是啥？接下來就等法院審理釐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